問大家一個問題：你11歲嗰陣做緊啲乜？打機、寫暑期作業，定係同阿爸阿媽攞零用錢？加拿大有個11歲嘅細路仔，叫阿什頓 （Ashton Meyer）。佢今年暑假做咗一件令全世界都呆咗嘅事，佢創辦咗一間垃圾桶清潔公司。係，你冇聽錯，洗垃圾桶。而且佢唔止創業成功，佢嘅 Instagram 影片仲累積咗超過143萬個讚，吸引近10萬人追蹤。而家佢唔單止有30到40個固定客戶，有人想買佢嘅周邊商品，甚至仲有好心人捐錢俾佢，等佢可以免費幫老人家服務。一個11歲嘅細路用一支高壓水槍同一條水喉，竟然打低咗無數仲喺度猶豫緊好唔好創業嘅大人。好多人都可能會諗，洗垃圾桶有咩好賺？但阿什頓嘅故事話俾我哋知，商機往往收埋喺最唔起眼嘅地方。故事嘅起點好簡單，阿什頓嘅爸爸喬納森 Jonathan Meyer 發現社區裏面住咗唔少老人家，每到垃圾收集日，呢啲長輩都要好費力咁將又重又臭嘅垃圾桶由車庫拖到路邊。爸爸就同阿什頓講：你應該去幫佢哋將垃圾桶由車庫搬到路邊。阿什頓照做，但佢好快就發現呢啲垃圾桶真係超級污糟，於是佢靈機一觸，與其淨係搬垃圾桶，不如幫佢哋將垃圾桶都洗乾淨。就係咁，You've Been Cleaning 你嘅垃圾桶清潔呢間公司喺2026年5月正式誕生咗。創業初期永遠都係最難嘅。阿什頓嘅收費好簡單，清洗所有垃圾桶，劃一收費$10，約57蚊港幣，230蚊台幣。佢每星期用2日推銷，2日清洗。喺爸爸車出車入接送之下，佢逐家逐戶敲門，推銷自己嘅服務。但一個11歲嘅細路企喺陌生人門口推銷，你覺得佢會成功咩？第一次食檸檬嘅時候，佢喊咗出嚟，但佢冇放棄。佢同自己講，唔好將拒絕擺喺心上。第一次被拒絕永遠都係最難頂嘅。佢仲喺推銷時同自己打氣，我靠呢樣嘢搵食，呢啲人可能會成為我永遠嘅客戶。就係咁，佢一次又一次咁敲門，一次又一次咁推銷，漸漸地開始有人願意俾錢買佢嘅服務。阿什頓嘅媽媽見到個仔咁努力，決定幫佢一把，充當佢嘅社交媒體經理。佢將阿什頓上門推銷同清洗垃圾桶嘅過程拍低，上載到 Instagram 賬號 You've Been Cleaning。結果完全出乎所有人嘅意料，其中一條影片記錄咗佢第7日嘅工作日常有客戶願意幫襯，亦有人禮貌咁拒絕。呢條影片由6月22日發以嚟，累積超過143萬個讚，賬號迅速累積咗8.5萬名追蹤者，相關影片嘅總瀏覽量更突破1400萬。網友們被佢面對拒絕仍唔放棄嘅精神深深打動。有創業者指出，阿什頓唔需要產品、專利或大型平台，只需要一條水喉就可以開始自己嘅生意。更暖心嘅係，有好心人直接捐錢支持佢。阿什頓收到呢筆錢之後，做咗一個令人更加感動嘅決定，免費幫社區嘅老人家同傷殘人士清洗垃圾桶。爆紅之後，阿什頓嘅生意愈做愈大，佢而家嘅客戶名單已經長達整整3頁，甚至仲有人想買印有佢公司 logo 嘅 T 恤等周邊商品。但阿什頓嘅野心唔止於此，佢計劃將呢門生意全年化、季節化。秋天提供掃落葉服務，冬天提供清理車道積雪服務，春天提供花園清潔及草坪修剪服務。佢正努力儲錢添置更合適嘅工具，並學習安全操作割草機。一個11歲嘅細路正在打造佢嘅季節性服務帝國。阿什頓嘅爸爸講咗一句話，令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佢話：清洗垃圾桶係冇人想做嘅事，但正正係阿仔嘅商機所在。呢個咪就係商業嘅本質咯，揾到其他人唔願做嘅事，將佢做到好，然後收費。阿什頓嘅故事話俾我哋知，
創業唔需要咩驚為天人嘅點子，由解決身邊嘅小問題開始，你都可以創造價值。如果回到11歲，你敢唔敢好似阿什頓咁逐家逐戶敲門推銷？你身邊有冇啲個個都覺得麻煩，但其實係商機嘅事？